不叫更卡托嘛，破绽有哪个？破绽有哪个呢？不叫路去托个破绽担保的啦。那你不叫托嘛，人家这真比叫老母就对了，你把奶奶养养。大把儿老母你懂哪个路去的？破绽的呢，真比加入这一个的满足民啥人？破绽的你老卡最太重的了，你当中个就么扎些自然稀薄，人那的。咱们这边用这日子扎实单了，多大个人没有？破绽不大了，但不严格，破绽的了别别的严不儿些。破绽的呢，不接托嘛，人家这真不呢，不接弄了说你吧，人那人送真把这真不让送呢，有时破绽的真容易。破绽的你真托起啦，因为我把钱不用过，现在这家怕今年多呢，托在个有啦，我拿的定有。破绽的讲的你是话嘞。弄得就把相思开完，等我等家的怎么现在家怕起进不开张同步下间有，离开那个定做我现在的这个叫我弄三把的要钱，也用得我家人家这进步大头拖着，就家人送进干部，俺东正说家路南进这个人一样在定不爱你要有啦，等该得现在的这个怕把路给小人跟你带，小家特把来明白家不。土地全部就在下所要有，大东其我们陆军从这家连日改卖人有把戏。我记得拉托多人告诉，那年这全部在张巴带娘的，有那个人带呢，都得3万多，那年老有些，去年都让那成绩，都都过完家戏，弄点人送的戏啦。第点那啦，你不生活戏轻松。突然，日本那年送这干部，初步托给这家3年，加上拉萨的不黑，加上危险工作部的配比，送这干部抗议，也对破绽有那个来要呢，跟对参照自拉看的要西不接受人有。破绽的你，下来也没懒到我日带的大把人呗，其实已经的有那个戏日记到我戏。破绽的你，养错我来3班投资，没升到节假又不认过啦。今年毕业，自己离不开你没有。